年紀大記性差並唔出奇，但如果記憶力衰退得太快，就未必係正常老化。有冇食物可以預防呢？新加坡一項研究就發現，大家成日食嘅菇類原來係可以護腦嘅，減低輕度認知衰退嘅風險。李俊禮講下。可供食用嘅菇類營養價值高，佢哋唔含膽固醇、低脂肪、低糖，但係多膳食纖維，係古今中外嘅常見食材。新加坡國立大學一項研究更加為菇類嘅價值錦上添花。研究人員喺11到17年之間喺新加坡揾嚟600幾個60歲以上嘅華裔長者，經過6年嘅追蹤研究，發現比起每個星期只係食少量菇嘅長者，每個星期食超過300克菇類，即係每個星期食大約半碟菇以上嘅長者，出現輕度認知衰退嘅風險降低咗50%。為咗方便統計，列入今次研究嘅菇類只係包括金菇、秀珍菇、冬菇同白蘑菇。曬乾同埋罐頭蘑菇亦都計埋喺入邊。不過研究人員認為，其他嘅菇類一樣有類似效果，而預防認知衰退嘅關鍵成分，相信係菇類所含嘅麥角硫因。佢係一種抗氧化劑同抗消炎劑，人類嘅身體無法自行製造。研究人員下一步係鎖定麥角硫因，以單一成分做對照研究，確認麥角硫因同預防認知衰退有實在嘅因果關係。有線電視記者李俊禮報道。